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头一届伫咱台湾举办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家后安倍昭惠嘛来参加。安倍昭惠是强调讲，这咱台湾的和平对区域是非常重要。另外，美国白宫政府国安顾问表明，是警告中国透过社交软体咧扩大统战，一定要做到。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未亡人安倍昭惠，2月伫第一遍所来台北办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发表演讲，伊特别邀国宾真珠年地徽章，强调台湾伫咧伊家己甲安倍晋三的心中有特别的地位，也重申伊的翁婿在生的时阵所讲的“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”。论坛会当伫咧台湾举行有重大意义。My husband once said. Contingency of Taiwan is a contingency for Japan. He loved Japan, he loved Taiwan, and he wished for peace in this region more than anyone. 安倍昭惠讲，2025年有几个意义，包括二战结束80周年，美国总统川普重新登基白宫。伊认为，虽然川普讲话正半人，但过犹原乐观地相信，川普将会积极面对世界改变。 赶快参加论坛的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警告讲，中共统战的手法定利用三箭，透过社交媒体推测维护权。Is what they call three warfares, right? This idea that legal warfare, psychological warfare. And 言论战 right? This is a public discourse warfare. 博明讲，亲像美国要求 TikTok 分挂伫美国的业务，和美国的法律会当适用管理，阻止中国伫咧民主国家之间的统战甲宣传。博明也重申，陆建赖总统宣示要甲国防预算提悬到 GDP 的3%，也希望台美共同建造一个飞昂供应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